抗格喺中文就即係實戰姿勢，就係佢哋兩個劍手要做一個實戰姿勢先至可以開始比賽。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，中文就係問佢哋係準備好未。Alex 真係個裁判幫佢問咗個劍手準備好未之後，兩個劍手都冇任何問題，咁就開始比賽。即係本身個裁判係停個比賽，咁可能係有人得分又好，或者有人犯規，甚至乎有啲咩情況，個裁判都會去停咗個比賽。第一 set 就係會有紅黃黑 P 牌，當劍手出現犯規嘅情況，就需要用到佢哋劍擊法碼，適用於花劍同重劍比賽之中，用嚟測試劍頭彈弓嘅壓力符唔符合國際劍聯標準。第三個咧就會係好多時都只會係重劍使用嘅，就叫 gauge， 咁就會去檢查本身重劍佢劍頭裡面嗰個彈弓嘅裝置究竟符合規定。咁最後一樣就係三個劍種嘅投中，基本上都需要就係簡單啲嘅一支筆，咁就會 mark 翻低本身嗰場比賽嗰個分數，